呢個訪單發佈會咧，係我哋香港人首次中國香港人一齊發動嘅一個革命。我哋希望能夠讓我哋嘅亞洲餐廳多一個選擇。回顧過去，飲食天王喺2004年發展到而家已經21年啦。喺2006年，我哋首屆嘅飲食天王頒獎典禮裏邊咧，被當年嘅《東方日報》冠以係呢一個飲食奧斯卡，係最多明星名人參加嘅頒獎典禮。希望我哋都做到今年嘅大會主題：亞洲餐飲，亞洲人說了算。多謝大家。而家香港嘅餐飲業咧真係好困難，大家都清楚嘅。但係咧，我哋只要同心合力，一定會過去嘅。就讓我哋一齊將香港嘅味道衝出香港，將整個亞洲餐飲大融合，拉動我哋其他區域嘅旅客嚟香港，讓全亞洲嘅訪單互動。好，最後大家請記住我係飲食天王頒獎典禮嘅創辦人，亦都係香港第一個優質良品嘅代言人梁振宇。希望有機會同大家多多交流，多多學習。多謝大家。多謝梁博士，請就座。